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3更半暝来阮兜，你想要安怎？你说，我有甲你讲过，我永远袂搁再看到你。你还搁毋出现，我是要报警啊！OK， 我知影你在以前，我唔对。可是你若当原谅我，有一秘密会使甲你讲，是关于恁囝。 阮囝用死啊！不，恁囝无死，即摆要我哋。你是会真后对我讲白贼？你是讲骗我阮囝无死，好我会当原谅你袂是？我做袂到啦。OK，我拜托你，我叫，我甲你讲，为了恁囝，你莫骗我，你莫给我惊出路。 亲像你这种人爱人鬼，你是讲你为了救我都有路用是？无路用啦！好，你爱我死，你爱我死，我赶快让你放你手。来嘛！ 在调，你会睇看吗？动手嘛？动手啊！你莫逼我，你莫逼我。无人逼你，你动手嘛？动手啊！喂，警察局是？ 心虚的款哦，也暗吼，倒来找我啉烧酒啦。啊，啉到安尼吼，水茫茫，还一嘴细细念，你念什么定事卿啦？定事卿？是啊，什么过山啊啦，什么走投无路啦，那了吼，啊，段时间我感觉我就是咧困咧，我唔知讲你拍电话过来，讲甲输顶去。我好吧。 你看我想啊，真係，我絕對唔會係向我嘅人。為咗我嘅發生咗，我呢啲啊，我係要是警察啊，係啦，你真係朱門呢？你是警察，唔是啊？哦。主啊，叫主角的，你叫主角来叫。哦，哎呀，你救命啊！
我来歪了，叫朱强来了。你话，朱强甲朱文，白平嘛是你的囝。囝，哼，我甲你讲，因两个拢毋是我的囝。也个朱文哦，伊是迄个下贱查某，甲别人所生去，这是两个后生拢毋是我的囝，绝对毋是。阿这个查某什么人？白如卿啊，白如卿是我的老母。对啊。朱强啊，我来讲，白如卿一年后，我嘛有甲迄个下贱查某甲讲，你都唔相信啊！你到即摆也过来恨我，我都欠你20块，我伫你的身躯顶嘛落下，我饲你20块，我嘛是家己当作我家己的后生共款的。你不白如卿讲，伊囝已经死啊！我死啊，拢死了啊！白如卿啊，拢我太死，全世界拢死了啊！我嘛死了。阿爸，阿爸。大把最干的死啊！我啉啊！哎呦！我啉啊！你个排好了，阿官，什么代志？我想你嘛已经知影，我爸强迫我带你的代志吼。我敢会唔知影？阿官啊，我绝对袂去带你的啦。我嘛袂爱你拖我。是啊，咱根本就无合适嘛，而且我无你爱。因为你该去甲恁爸讲。嘿，哎阿官啊，咱两讲话拢甲你朱文啊，讲话同一个开口。我知你爱朱文嘛，你会使甲我阿爸讲啊，讲你要嫁互朱文啊。你想，你爸敢会答应？我第答应你嘛，你强逼我讲要嫁互我。喂，是家己咧要嫁互你哈？我甲你讲，你听清楚哈！我要嫁互啥是我的自由啦，你爸嘛袂去替我做主啦。安尼真正赞，真正有够好诶！只要你答应，绝对袂叫我，啥物代志拢会代志。无正吼，我若真正带你去考官吼。带了我先怎？足衰是毋是？除了是一个查某人，会晓生囝尔，啥物代志拢袂晓做。就是讲啊，会当迄主文啊，会使甲我对伊讲诶话，拢甲你讲啊。话讲，啊，你敖嘛？你有出团嘛？瞒着恁爸爸毋知伫外口做啥物歹代志，我一撮龙毛找甲找来。我甲你讲，大村迄阵嘛讲，有一个叫康边的人敲电话来讲，王主强这个小囝，我交代讲叫伊毋来我遮解决代志，伊既然敢将我讲话当作放屁，哼，咱大家再试看卖。头兄兄弟是伫误会啊。上好是误会，啊无恐惊有一天哦，你连命都无去啊！我甲你讲，我诶代志吼，免你甲咪烦恼诶。有叫？对啊，我叫你甲阿管两个代志解决决啦，较办法你是想出来未？也袂。也袂哦。等你想到要讲转笑，我坦白甲你讲哦，我已经介意叫秀秀查某囡仔。阮两个小做真去佚，又要撇好咧，阮两个人发生感情，伊咧真爱，无我伊毋嫁。等你只要袂甲阿管结婚，你想要存心要害我？我甲你讲过，
我嘛是要甲阿官结婚啊。问题是阿爸反对。阿爸反对，等于大家就我阿爸反对。对啊，安尼你使甲阮两个人相带走啊？相带走？是啊，带阮去别个所在过日子啊。袂用诶，我袂用安尼做啦。阿爸一世人袂原谅我。主，啊你是存心要甲伊过袂去是毋是？我无即个意思啊。我袂用去做阿爸伤心诶代志啊。我当然是要解决自身，重新做人诶。我袂使阁伤伊心吗？你袂使伤阿爸的心。啊，你会想我分你是毋是？我讲我无这意思嘛。主，我甲你讲哦，3工之啊，你敢要带阮走？我这死狗，互你死甲真歹看。你敢要记啊？阮是亲兄弟，谁若一点仔拢袂亲。无条条阿爸讲的是真实的，我毋是亲兄弟。伊是迄个下贱查某，甲别人生的，是甲别人生的，是甲别人生的，是甲别人生的。我是甲别个查甫人生，我嘛无啥物人。主公看的是白天的，明仔是白天的看。怎样想，拢想无。昨暗恁爸爸烧酒醉，有提起我的代志。伊讲你要逼伊破产，逼伊行绝路。我透早去问店长，才知影恁公司想要买阮厝的山坡地。我公司要买土地，看甲伊领导的山坡地，安尼敢有算讲逼伊破产，逼伊行绝路？我想代志毋是这尔简单啦。假使你若看会起我，你甲我当作我是你的囝，你甲我讲实在话。你想要知影啥物？我想要知影你甲阮老爸少年时代有无？我甲你讲过啊，你去问你老爸就好咯。伊会甲我讲，我毋免过来找你啊。我也袂甲你讲，因为我无想要提起20年前悲惨的往事。悲惨的往事。伊放杀你是无？比放杀我搁较严重。安尼我会当了解。你袂当了解，你永远都无法通了解讲，恁老爸为着恁老母，20年前用什么手段来对待？阮老母，你有熟识？当然有熟识，伊叫做秋花。秋花，我是伊甲阮老爸生。我敢讲毋是啥。恁老爸为着恁老母，毁掉我的一生，还阁使我失去一个囝。恁囝无听了我。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三婆婆和我时已经死啊。要毋过阮阿爸昨昏啉酒醉的时候有讲，恁老爸规世人拢咧甲我讲白贼话。我相信你讲的话。我也了解阮老爸对你的亏欠，要毋过较使若会当，我希望你莫用勉强的手段来买阮厝的山坡地作为过户。佮康拉讲的是阮老爸辛辛苦苦经营起来啊，你着互人点仔成就嘛，好无？做伙。我知影这件代志对你来讲真无简单，要毋过我希望你尽量去试看卖，就亲像你较早甲我讲的啊，行出这黑暗的日子，
互家己人生重新搁再来，也若无失去的搁较济。也毋过我会当体会你的感觉，我毋是勉强讲你一定要安怎做，也毋过有人讲，宽恕甲仁慈，才会互一个人的生命活得搁较好啊。我会将你的话放入我的心肝内。那我过世，我就毋敢再过来找。对王木清宽恕你的认错，我知影我是做袂到，我嘛捌去试过，试讲去宽恕原谅，也毋过我就是做袂到。妈，你在家甲谁来讲话？祖文啊，有淡薄仔代志来找妈妈。哦，妈回来上班啊。嗯。秀秀，嗯？假使讲你若是无愿意为着妈妈去爱主教，妈，我无安尼讲啊。就亲像妈所讲的，这是你一生中唯一爱我做一件代志。妈妈来上班。嗯。妈，请你原谅我。其实，我真是去爱着主教，我毋真是要骗你，我无想要骗你，我是要你，我是要你。一定是主教。电话啦！阿头，你去接就好。喂，请问要找啥物人？我要找白小姐、白秀秀。哦，你找白秀秀哦。阿头，我来接。喂，喂，喂！啊，秀秀啊！主教。拄则恁大人讲你无伫个啊？哦，我拄倒转来尔。哦，一头仔就出去哦，啊，你是去买物啊？秀？秀秀，我昨暗是足想你的，一暗我拢困袂去。你敢有想我？有啊，我嘛足想你。安尼好，秀秀，安尼吼，我今仔带你去参加阮兜的牧场，好唔好？好啊，无你来接我。好，安尼我今仔日吼，下暗暝9点前去接你，好唔好？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你是要死啊？你咧起笑啊？吼，你是你晓得要死就较紧吵起来，你创啥？无你是你看我哦！我甲你讲哦，我即马是人足爽足欢喜的哦。你爽你就家己去爽啊！我要来找上啊，甲因爸吼，甲我婚事讲个清楚。什么钱嘛？啊，阮阿爸咧。恁阿爸咧，昨暝就食酒醉啦，啊困到即摆袂起来。哦，还袂起来？无千金啊！你甲阮妈讲哦，讲我要出去啊，好唔好？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空哥啊，是恁哦，好早。早，阮若无遮啊早，敢有法度等着你哈？哪会等袂着我？哪会啦？喂，你母咧较好咧哈，你胆量嘛真大呢。阮大个叫你昨昏去解决代志，啊你竟然敢无去哈？毋是啦，
实在是吼，我著临时有代志，啊著。你无闲，你有代志，哦，啊，所以阮六兄弟来啊，是呢。公道，拜托，讲我关2工了后我一定喊你啊，好不好？你娘！干嘛来这种？我会讲，你今仔若无将钱还出来，我著互你啊青笑。错了，差条啊！阿哥，我方法更高啊！我早要来啉下水。安尼啊，钱害我，啥物代志拢做我讲的。我2工了一定会喊你的啦。外口是咧变啥物啊？你讲过要2工，你查袂哈？是安啦？冇咩，这个边来了？别啊！我靠，别哈！我是你这老婆，哈？阿伯，我唔对，是阮这老板是啊。我跟你讲，恁囝欠我的钱唔还哦，所以阮今仔是来这小可教示一下。好，我今欠你。阿母啦，你想来欠人钱啊？你无害人，这老婆找到这厝回来，你出去叫唔怕？讲啊！啊，亲爸啊，唔是做文欠你钱啦。无，敢会主动欠咱的钱上？唔是，是我欠你。